请小的是，也请三那衙娘等请三那衙娘，不，三位小姐隆重出堂。夫人，小姐们已经准备停当，三位才子也在门外细听吩咐。好，有请。也请三位相公。群众上高，第一个环节自我介绍才艺能力，哪位小姐才是听得欢喜，屏风谁为亮起，屏风亮得多，几位谁为多？好。娘我心来，苏州。安在那里？
相公，倘若你能猜得出来，这个人他就跟我走。猜出来了，是杀雷，还给我走。我是杨爷，这才是小雷宋相公，这雷在不完的你在，你看那上去，关于这位下次出来。我好不容易猜你，但喜欢唱歌跳舞，可是我猜着没劲。原来站的就是老花。唐先公好。哦，有请，请唐相公。家里都漂亮，越夸越什么用心，我用心意。今天呀是过年的好日子，已经是过去的到年年谢夫人。
就向本子求降。三位神兄，这是我的新作，转为求降。
自上的。相恨恨地花花，金银铁玉杀人才。尽量迎风。这哪才知侬是不懂行情，我们府里的姑娘啊，最近都在瘦身减肥，听不懂啥鸟啥个事，侬错在。还是夫人不为先